我拄仔出去诶时阵，看到一粒流星，Shooting Star，伊就是看起来足近诶。啊，反正是叫我落伫咱遮，啊，无讲足大，伊就是安尼一条线直直飞出去，拖一个尾溜足长诶一个光线，敢热色安尼。毋过是伊就拖足长诶，啊，拖到尾啊，伊就烧无去，愈烧愈细，敢闪失一个，啊，就无去啊。啊，规个尾溜嘛，做咧无去安尼。就是安尼，感觉足近诶啊！我想讲，敢有啥物人有看到即粒流星？因为伊敢有敢讲是真正落伫咱即个所在，啊，伊尾了烧甲足长，迄个是安怎我毋知，毋过其实无半秒，迄个尾流就无去啊，迄个光诶尾流，怎一条光线安尼，镭射啥物？迄个色是感觉电火迄款色，就是黄色、感仔色的感觉，甲日头差不多诶感觉，有即款感觉。你咩烧起来，我毋知，互你烧到尾就是大个变细个，闪失者无去。哦，敢毋是伊飞甲足慢诶？迄粒流星也是粗星，也是绕西星，会串西星，会飞星。过金星，拢会使。伊飞甲足慢诶，这甲我之前看到诶粗星无共款。伊只飞甲足慢诶感觉，一开始我佫感觉是啥物 drone， 啥物无人机，啥物佫毋是，就是只无共款诶体验。只感觉伊飞甲离咱头壳足近诶，啊，就佫足慢诶，啊，飞甲无到迄栋大楼，啊，就无去啊。迄栋大楼诶景观伊就无去啊。佮查一个尾仔人讲，迄是 meteorite， 是陨石，太空迄石头，宇宙石头，对，想做太空敢是中技术，吼，佮看觅，敢宇宙，吼，拢会使。